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7月2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65篇第8节到13节，创世纪46章第2节到47章12节，马可福音第4章30节到3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国。上帝国实在是讲天国到底是倒位？有真侪人见证讲吼，我去过天国的这个经历，甚至也有人出册啦吼。但是，若准讲上帝国是因所指的迄种的形式，那安尼因就限制着上帝的权柄甲能力。咱讲上帝是过去、现在，嘛是将来拢伫地的上帝。上帝佮讲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台椅。那安尼，上帝国一定无伫一个特定的所在，无受一个建筑物还是空间的限制。上帝国伫倒位？伫神学角度来讲，上帝国就是现在，嘛是伫遮 ，here and now。创世纪46章第2节到47章12节，记载着上帝用苦难来带领，安排约瑟前往埃及，伊捌受苦、受害、被关，然后去互法老来甲伊重用，成做上帝安排来拯救雅各全家的计划。就亲像约瑟伫甲伊的阿兄相认的时阵所讲的。现在毋通因为将我卖到这个所在来哀怨，这是上帝找我伫恁以前来，为了要保全性命。现在这个地期远已经2年，还佫有5年未当耕作，未当收成。上帝找我伫恁以前来，是要爱甲恁留存恁的性命伫这个地上。佮要大大施恩拯救保全恁的性命。上帝国就是有上帝同在的所在，有上帝的保守甲祝福的处所。上帝国伫迦南地，嘛伫埃及地，因为伊是保守、看顾、祝福的上帝。经文记载着约瑟甲伊的阿兄相认了后。伊就邀请雅各甲伊的全家移民到伫埃及这个故事。因的迁徙不但是上帝的计划，嘛得到当时是迄个法老王的恩典甲允准。今日的创世纪的经文较长，请咱兄弟家己来研读。马可福音第4章的经文，耶稣基督问讲：我用什么来比拼上帝国？其实这是真歹解说。实际上，上帝国是一种应允，是一种实际，嘛是一个概念，搁较是一个决志。好那亲像约瑟共款啦，伊决志看重上帝的安排、带领甲保守。伊将迄种私人的怨恨藏伫上帝恩典的后面，然后伊就伫上帝国内底啊。马可福音第4章30节到34节，耶稣的话安尼讲：耶稣问讲，咱要用什么来比拼上帝国？要用什么譬喻来说明？上帝国亲像一粒挂菜籽，也落伫地时地上的种子是上细粒的，压落去大长起来，比所有的菜色搁较大长，发出大球花，甚至空中的鸟仔拢会当伫伊的树荫的下面做收。耶稣用真侪亲像即款的譬如对众人宣讲信息，拢照因会当明白的甲因讲。伊要用别款的方式，只有用譬如来对因讲，不过简单甲家己的门徒做伙时，才逐项甲因说明。约瑟就是迄粒细细的挂菜籽，伊后来成做大樟树，互全埃及
附近的国家以及雅各全家会当歇伫即丛树顶悬，这就是上帝国的号召。诗篇65篇第813节，徛起伫一地尽头的人会因为你的新约敬畏，日出日落的所在，你互因欢呼，你眷顾土地，落雨灌压，互土地增肥。上帝河水满满，你安尼准备土地，供给五国。你灌压田园，互水满到满灵，互土木软软。你赐福互所在种的拢大丛，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。你经过的路有油得滴，连旷野的草埔拢有油得滴。山头用欢喜做大厦，草埔有羊群做衫穿，山谷有五谷做外套满。因拢欢喜出声吟诗。主爱天父，阮感谢你赏赐恩典，也好叫阮诚做挂彩种，互阮会通诚做大丛，互人得到安息，互人得到利益，通进入伫上帝国。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。